文化新眼界，咱来看228事件后期到白色恐怖时期至43天的时间，因为思想言论牵连到叛乱罪，互抓去的有超过8,000人。即阵有民间的影像公司找到12个政治受难者，也是因的逝世，替因翕2组相片，记录因即卖嘅模样，嘛呈现若无发生白色恐怖，心目中的人生会生啥款。相片内底，黄春兰头咧咧，面悠悠，伊是白色恐怖受害者黄文强单位付出时的查某囝。黄春兰讲，若总讲毋捌发生过白色恐怖，伊的人生就像伊背后这对手牵手的爸仔囝同款，幸福美满。我说我无意成为历史人物了，但是我打从娘胎就进入了这个历史的漩涡里面。这个不是我所愿意，或者说我所选择的。我希望的是我能够掌握的人生，凄惨的出身，但是美好的人生。另外一位伫咧摄影棚内底夹指挥笛、穿燕尾服、白色族，佮夹红色袖手的，是关注民族造族人高英杰。头摆做指挥家，指挥乐曲就是伊的爸爸高一生，伫咧1949年踮青岛东路看守所，用伊妈妈的名所写的这条《哈鲁诺沙河希美》。每一次唱到这首歌，就会想到了过去的事情，愁怀着的一种的感觉。但是目前我听起来以后，就是有欢喜的感觉，穿上了燕尾服。有一点说过瘾这样子。拍摄了就是2组照片，一组是他现在的模样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平行人生，就是他如果没有遭受到白色恐怖，他觉得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是什么。本身是台湾的杜马斯，10当前对台湾神基金会和政治受难者长期历史了解因遭遇迫害的种种。去年，伊和伊工作室的伙伴开始调查历史，替12位受难者和因的囡仔翕相。即阵踮国家人权警卫纪念园区办好做平行人生的摄影展。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，就是要当记者的那位大哥。就是他是唯一一个最后真的到现在，然后真的达到他当初的梦想的，就觉得很感动。从这样的角度找出就是不同长辈们的故事，那都是一种对生命的盼望。希望当着政治迫害的过去无法度改变，不如个前辈透过这摆雅典完成因心内愿望。一方面疗伤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无共世代在咧历史的基础同齐创作的作品。记者阿敏珍、陈玉水台北报道。